時馬林後邊先有仗義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林寶精神呢拋離咗2個馬位到啦。咁啊見到中間咁啊有翠湖烈風啊埋邊追㗎嘛，係太太精神啊，最出仲係隻旗幟鬥士啊。馬林中間呢就係呢隻好運連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林寶精神少少乏力啊。咁啊見到呢隻太太精神3幾個箭步已經係追咗上嚟啊。中國心亦都係沿住個中檔上埋邊位，即係銀騰啊，接近終點太太精神啱啱到先啊。中國心第2，銀騰第3，林寶精神應該係第4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太太精神咁啊除咗個頭罩，用翻一個可以主動少少嘅跑法，結果走甩先啦。咁呢隻都犀利啦，3歲仔嘅中國心第一次出賽啫喎，跑1400都上嚟爭啲贏啊。第3係銀騰，第4名係埋邊嘅林寶精神。除翻個頭罩，今日出閘快翻喎！呢隻太太精神啊，嗌到嗱，今日騎師王有飛贏馬，中國心跑過第2，銀騰啊逼逼夾夾嘅第3，快放喎！林寶精神啊第4，反而仗義中段呢，逼極都唔係好上口。好靚位啊！呢隻太太精神5、6位貼欄，